Hello， 大家好，又係我阿 Man 啊，繼續同大家跟進呢個醫院口岸爆炸案先。好啦，今日已經去到第103日嘅審訊啦，而呢個首被告何卓維咧繼續出庭自辯嘅，由佢前女友同案嘅被告之一何佩欣一方進行呢個盤問啦。呢單案件引人注目嘅地方咧就係何卓維喺自辯嘅內容咧實在荒謬至極啊！竟然以吹水作為呢個推卸責任嘅主要藉口咯，同時咧將佢啲責任咧推卸俾其他人嘅身上喎。喺今日嘅審訊過程當中咧，何卓維多次被法官咧喺度話啦，指佢咧唔願意正面回答簡單嘅提問咯。尤其當法官詢問咧佢同第7被告何佩欣嘅情侶關係嗰陣時咧，更加明顯嘅。而被問及係咪知道何佩欣嘅居住嘅地址嘅街道嗰陣時咧，何卓維咧避而不答喎，態度亦都非常之含糊啦。最後只係回答啦，以當時嚟講咧係唔知嘅。咁法官對呢啲迴避問題咧就表示相當不滿啦。咁譴責佢咧喺度浪費法庭嘅時間咯。咁喺庭上面啦就展示咗何卓維同何佩欣嘅 T.G. 嘅對話喎。對話嘅內容咧顯示咧何卓維曾經計劃喺2020年嘅1月28號咧喺羅湖嘅地鐵站放置呢個蛋糕，即係話炸彈啦。而1月29號咧就參與呢個三罷，以及咧1月30號就同何佩欣去呢個離島慶祝佢嘅生日啊。而何卓維喺庭上邊咧承認咧向何佩欣披露咗計劃，而後者未有對佢相關嘅計劃咧作出明確嘅答覆，令到佢感到不滿啊。而何卓維咧自爆咧曾經同何佩欣咧提過呢個煙霧彈，甚至話高鐵係其中一個目標。佢解釋咧只係用冷氣軍師嘅語氣講，如果佢有呢一樣嘢咧，佢會咁做啦。但係咧呢個吹水咧實在太過具體啦，而家太有方向感啊！甚至咧仲提到咧明愛醫院嘅爆炸案之後咧，佢知道有人能夠做出呢個煙霧彈。如果真係冇心咁佢又點會知道咁熟悉呢啲細節呢？何佩欣嘅大律師郭同憲咧就喺庭上面指出啦，何卓維咧嘅 T.G. 對話咧同何佩欣咧係討論咧整亂個高鐵同埋關口。何佩欣當時嘅回覆咧話之後炸就炸膠鐵。呢啲對話咧似唔似普通朋友嘅日常溝通呢？反而咧係更似有計劃性喺度討論啦。而何卓維只係話咧，我哋只係吹水嘅咋，唔存在有共識。而呢種吹水咧點可以咁容易俾人哋忽視呢？何卓維亦都承認將公開嘅組群嘅消息咧講咗俾何佩欣聽，但係冇提過嘅行動係虛構嘅。佢仲承認啦，當時係想令何佩欣信以為真啊。呢啲行為咧係明顯喺度故意誤導啦。而最令人匪夷所思嘅係咧，佢話喺2020年嘅2月咧，同何佩欣去泰國旅行嗰陣時候咧，先坦白所有行動都係假嘅。大律師又指出何卓維咧曾經同何佩欣咧討論明愛醫院爆炸案嘅新聞，而何佩欣就話啦，睇圖又好似好勁好大威力，但係明明唔應該咁大威力㗎。當中嘅炸字咧，大律師咧話直接抄翻新聞嘅標題嘅。但何卓維就話咧，大家都係用字一樣嘅啫。法官亦都質疑啦，點解兩人用字一模一樣？更重要嘅係何卓維喺 T.G. 嘅信息裏邊咧多次提到可能炸埋呢啲説話咧，好難話冇實際嘅意圖嘅喎。一個人點解咧喺咁多對話當中咧反覆提到嘅炸、煙霧彈高鐵等嘅詞語咧，仲要解釋呢啲係時空語境嘅需要。而何卓維不定強調佢嘅言語只係吹水喎。但控方咧提出每一條嘅對話啦，每一個行動細節啦，都顯示佢哋嘅行為咧係充滿矛盾嘅。而最後啦，如果吹水作為呢個辯解理由就可以完全脫罪咁呢個社會仲有啲咩責任可言呢？希望大家從呢單案件裏邊咧，終可以明白得到言論同埋行為咧影響咧係絕對唔可以輕視嘅。無論係冷氣軍師嘅假設性嘅説話啦，定係 T.G. 嘅針對性嘅言論何卓維嘅行為咧，真係令人難以信服佢嘅辯解嘅。好啦，今日法庭跟進到呢度啦，我哋下一集再見啦，拜拜。